我是甲两个朋友做伙洗厝的。我会记得有一摆，我叫外送的时阵，物件来了后，我就拍开来看，哪会倒位怪怪的？我点的是鸡汤，伊甲我送卤肉饭，就规组拢毋对啊！根本就毋是我拣的间。我就想讲，不要紧，我甲物件摕掉，搁点一摆。后来我就伫客厅食我的鸡汤。迄时阵，我朋友就为伊的房间出来，看到我咧啉鸡汤，就甲我问讲：好，你送的物件敢是送毋对啊？我讲：你哪会知？伊讲伊嘛是，阮才发现阮摕到最好的物件，伊就讲足趣味的、足好笑的，今仔日阮拢食免钱的。对伊拜了后，若是有外送，阮拢会互相确认，莫阁无说你摕毋着物件，阁食免钱的安尼。对我来讲，厝就是爱清新舒适，阁安全，会当放轻松，好好做家己。若是甲别人做伙洗厝，住伫同一间厝内底就爱互相尊重。若是拄着啥物问题，也是有啥物想法，拢爱讲出来。我讲实在话，会互相斗相共，甲别人住做伙，记忆嘛是一款共同创作的感觉。我原本是完全不晓讲台语的，为着要拍人生要顺利，我就开始逐工讲台语，逐工练台语。但是拄着会晓讲台语的人硬要甲伊讲台语，最奇怪的代志就是，拢讲无几句，因全部拢变做用国语来开讲。我就想讲，我的台语敢有遐尔拗古？若是你甲我讲台语，你的台语会愈讲愈烂咧。我感觉台语若是一个人就亲像我的厝内人，就是迄款足拽的阿舅，也是阿姨，无结婚，无生囝，四界佚佗安尼，就趣味足好耍的。毋过大汉了后，我就发现，恁其实足有深度，嘛足认真的，会当为迄边学到足侪物件，亲像学干仔地豆苗，无地矿安尼。